对于楚乔来说，平静的生活在早期的时候是一种奢求，但是如今真正进入了平静，他却感受到了自己内心中的一些躁动不安。一间客栈，四面八方来言，他即便不刻意去打听，那些想知道的事情就会自动跑到他的耳朵中。就比如宇文玥和怀宋长公主的婚事，我们话接上回，在这个客栈办起来后，楚乔作为客栈的老板娘，自然要不断的抛头露面。一来二去，他就得知了关于当初婚约的一些事情。在宇文玥回到大魏之后，直接爽快的就答应了这一门婚事，而这个举动让燕北和怀宋两方都有些摸不清楚，似乎这并不是宇文玥该有的性格。但大魏的群臣却立刻欢呼雀跃了起来，只要宇文玥答应了，那么这门亲事就没有什么阻碍了。最艰难的一个关口都过去了，还指望宇文玥做出啥其他举动吗？等结婚完成后，两人爱怎么玩怎么玩，也没人管他们。不过还没等大魏的那些群臣高兴完，宇文玥便拿出了一方婚帖，直接表明自己在青海的时候已经迎娶过一位正式妻子，纳兰长公主如果要嫁过来，就只能够做妾了，但如果生了孩子，还是有扶为侧妻的可能。这一番话在宇文玥的口中说出来十分的平淡，却在那些听的人耳中纷纷炸响。最坐不住的就是怀宋求亲使者了，自己国家堂堂的长公主去下嫁别国的臣子也就算了，还要做妾，这无论是任何怀宋的人都无法忍受的事情。所以求亲使者只能先回去禀报，然后再行定夺。原本不少人都打算看宇文玥的笑话，却被宇文玥用十分高明的手段给平息了下来，一切又回归到了风平浪静。在宇文玥解决了那个麻烦的婚事后，身为七皇子的袁彻也在宇文玥的全力支持下从北疆归来，带着50多万的北疆金虏骑兵，开辟了边关广阔的疆土，平定了边疆那里的叛乱。就这样，宇文玥和袁彻二人开始了一唱一和的模式，分散了元阳的一些权力，打破了大魏朝堂中元阳一家独大的局面，开始了在大魏朝堂中分庭抗礼。原本气势汹汹的燕北，如今的境地却不是那么的好过，因为萧策切断了南疆的水路，导致了燕北跟怀中之间的经济往来被切断了。加上燕北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跟大梁开战，应对大魏和青海的两面夹击，就已经让燕北苦不堪言了。而大魏的元阳也因为忙着跟袁彻争权，对于雁鸣关的兵力投入也大不如前。如今1年半的时间，连一场较大规模的战役都没打过，整个天下的局势诡异莫测，谁也不知道谁是那个笑到最后的人，但却又都想当那个人。不过对于元阳来讲，如果没有燕北这个威胁的话，恐怕宇文玥的青海军队会直接杀入大魏皇城了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，元阳跟燕洵竟然成为了盟友。楚乔听着过客们不断的交谈，如今也只能感慨世事无常。谁能想到曾经势如水火的两个人会成为盟友，所因一切都是利益，为了利益也可以互相的背叛，也同样可以互相合作，也许这才是人之常情。楚乔暗自叹了口气后，便早早的回屋中去休息了。第二日，楚乔也起了个大早，说好的要带3个小娃娃们出去玩，他可不想在这个事情上放鸽子，不然的话会被3个娃娃吵死。在准备好之后，楚乔便租了一条船，开始带着孩子们游玩。不过却没想到，一天的好心情直接被一群人渣给毁掉了。在楚乔传中，宇文玥坠入湖中后，却意外成为了青海王，还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势力。而楚乔再次与他相见后，却因为不想拖累宇文玥而选择了离开，独自开了一间客栈，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。话接上回，楚乔带着多吉等3个孩子，因为约好去划船，所以15岁的平安在下水后直接脱了光膀子，跳入了水中，开始游了起来，还不忘叫多吉和晶晶一起下水。多吉此时已经18岁，比楚乔小不了多少，所以依旧十分稳重。晶晶这个小姑娘因为年龄太小，还不会游泳，所以只能看着平安玩。不过平安这个小娃子时不时的向船上的众人泼水，双方就这样打起了水战。玩累了之后，楚乔就带着3个孩子上岸，准备回家。因为泼水的原因，楚乔和晶晶两人身上的衣服都已经湿了，加上夏季装比较薄，勾勒出了楚乔很完美的曲线。哟，小娘子姿色还不错，要不要去大爷那里坐一坐？在楚乔等人刚上岸，就有5个满脸痦子相貌的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说话的人更是直接上手去摸楚乔的脸，而楚乔则是一个闪身躲过了那个汉子肮脏的手。
小娘子够滑溜的啊！虽然没摸到，但这个汉子直接用十分放荡轻浮的语气说道，身边的那几人也随之哈哈大笑了起来。不要脸，你们找死！楚乔还未说话，晶晶就先站出来，指着几个流氓说道。先前的人并没有注意到晶晶，此时突然眼前蹦出来一个更为年轻的小丫头，便更加的开心了。这个姿色也不错，虽然嫩了点，但也够水灵。这个汉子依旧改不了自己的色相，直接把平安给气得脸色通红。姐姐，平安转头看着楚乔，眼神中已经充满了怒火。注意点，别闹大。楚乔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便同意了平安的请求。得到同意后的平安，如同一个小老虎一样，直接向着那几个男人扑了上去，一拳就打在刚才出言不逊的男人身上。只听咔嚓一声，那个男人直接就口吐鲜血，倒飞了出去。见到自己哥哥动了手，晶晶也扔下了手中的篮子，冲上前一个横扫，直接踹翻了2个人，然后双手交叉抓住另外一个男子的双臂，扣紧后一个转身过肩摔。那位男子不仅被晶晶狠狠地摔在了地上，双臂更是被他扯得脱臼了。这些男子都是一些小有名气的世家子弟，所以身后也有不少的护卫们。见到自己的主子被打，这群狗便也开始纷纷向着楚乔他们咬去，但仅仅是平安和晶晶2人就直接将他们放倒了不少。而这时有人注意到了一旁观战的楚乔和多吉，认为这2人应该是主子，不会武功的，所以便抱着捡便宜的心思偷摸过去了。但还没等到他们靠近，只看见一道残影闪过，他们几人的手骨全部被折断了。而再看向多吉，他依旧站在了原地，就连站姿都没有更改过。所有不少围观的人都以为他们刚刚是眼花了。很快，在平安和晶晶的处理下，那群疯狗彻底被打服了，引得围观群众的一片叫好之声。在众人回到客栈后，多吉便跟梅香去汇报了他们今日的战绩。这对于不会武功的梅香来讲，非常害怕他们出什么意外，所以训斥了他们几句。而第2日一大早，就有人敲响了他们小院的房门。请问有人在家吗？我家公子有事求见。因为一件事，让归隐已久的楚乔开始日夜兼程的赶路。那么究竟什么事情可以让楚乔这么的在意呢？我们话接上回，来叩门的其实并不是别人，而是大梁大儒沈墨白的独生子沈俊的书童，指明要见楚回。楚回其实就是多吉给自己取的一个名字，姓氏取自楚乔，名叫回回山的回。本来沈俊来见多吉也不是什么大事情，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楚乔开始警惕了起来。因为多吉曾写过一篇记事之道，沈俊在看过后将其呈送给了他的父亲，而当时远在眉山任职的沈墨白看完后，用了2天的时间就回来了，并且将多吉一连3日强行留在了自己的府中，说话的语气里隐隐约约有着招纳的意思。本来爱才和有才华的人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但让楚乔开始警惕的是沈墨白为多吉引荐了一个人。通过多吉的描述，那位女子的身份十分尊贵神秘，就连沈墨白都对她非常的恭敬。加上多吉形容出来的容貌谈吐，以及联想最近听到的一些传闻，楚乔的心中突然紧张了起来，似乎是山雨欲来。所以他当时带着梅香、多吉等人连夜启程回到了大梁京都。他需要去找到萧策，问清楚一个问题后，才能够解开心中的疑惑。但是事情就是这么的巧合，这几日接连下雨，尤其是第3日傍晚的一场暴雨，直接将山路给堵住了，阻断了楚乔等人的行程。无奈之下，楚乔只能带着他们帮助其他的路人清理路障。现在时间耽搁的越久，可能事情也就越快的发生。这种变数是楚乔所无法掌握的，更是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去发生。而楚乔如今也是触犯了水逆，除了大雨封路之外，夜晚休息的时候还碰到了狼群。如果不是跟事先谈好的商队走到了一起，单单凭借他们几个人是完全无法应对狼群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楚乔这几天总是心神不宁，总是感觉会有一件很大的事情要发生。在狼群的事情处理完毕后，楚乔他们又向前走了不到半日，再度遇到了一个突发的事情，阻拦住了他们的步伐。因为接二连三离谱的事情，让反应十分迟钝的平安都感觉到了不妥。此时，在一处十分狭窄的山路上，几棵大树和一堆乱石淤泥横在了路面，似乎是几日前的大雨造成的山体滑坡，阻断了楚乔他们前进的道路。如果说是巧合的话，那么站在这一事故点之前的一队人马，
却不可能再是巧合了，因为他们都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楚乔等人，丝毫不掩盖眼睛中的敌意。在楚乔他们走到此地后，也停了下来。多吉和平安将手垂在了一侧，缓缓地用手指摩擦着自己的剑柄刀把。但是对方剑拔弩张的气势持续了很久，也没有人去清理路上的乱石淤泥，就这样一直僵持着。而这一队人马在之前几次遇阻的时候，多吉也都碰见了他们，几次都是这样，那么肯定不再是巧合了。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多吉冷冷地开口问道。此时楚乔带着2位姑娘坐在马车之中，并不知道外面到底是什么情况。这话该我问你，你们究竟是做什么的？为何屡次跟着我们？对方的领头之人也缓缓开口问道。而这个问题双方自然也没有给出解答。平安直接暴喝一声就冲上了前，打算给对方来个下马威。不过还没等平安拔出刀来，一个清丽的女子声音淡淡的响起：平安，不得鲁莽。那么拦住楚乔他们的人究竟是谁呢？我们明天再聊。